兄弟喺邊？刚从你朋友家回来。哎，第一次和他爸爸吃饭，他们做那些菜又挺随便的，感觉好像不太喜欢我。吓，點解咁講啊？整咗咩餸啊？有一碟那个扣肉。哇！你係佢哋親生仔啊？啊？你知唔知喺自己屋企整扣肉有幾難整啊？我平時話想食我阿媽睬我都傻啊！佢哋咁都肯整，你仲話唔重視啊？那還有那個湯呢？感覺沒有花很多心思啊，就我們普通一個豬肺湯。你上世救咗佢哋冚家，又怎麼啦？我整過一次豬肺湯，佢嘅麻煩程度係令我發誓，我以後只會整俾我嘅救命恩人飲，親戚都冇情講啊！還有一些雞啊、魚啊什麼的，就他們說鄉下帶回來的。鄉下自養走地雞水腐魚，還隨便拿一點豬油就炒了個菜心，豬油渣炒慈菜心，而且它擺盤也很隨便啊，這碟子也是不鏽鋼的，祖傳不鏽鋼碗。哇，咁呢個的確唔似自家飯，是吧？係國宴，呢個係廣東人嘅國宴。是不是誇張了點？真㗎，哇咁樣嘅配置再加啲嘢飲，過年都冇咁豐盛啊！哦對，喝的，那喝的是真隨便了，就給我倒了杯那個椰奶，家常便飯俾你飲椰奶啊！對，怎麼說？佢哋的確唔係當你係仔，係將你當